喂，木村吗？大佐，我准备用土真剂测试，我需要您的批准。同意土真剂测试，但是必须做到要快要准，明白了吗？老板，来份报纸。好。来，你拿好。谢谢。我觉得所谓的土真剂测试，简直就是……你们二位也同意土真剂的测试吗？你们真的相信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吗？如果你是清白的，就没什么可担心的。诸位，现在我宣布，接受土真剂测试的顺序：尾井大尉、长谷川少佐、藤原大尉、冈崎大尉。尾井大尉，其他3位回房间待命。尾井幸太，你真的对自己的意志如此自信？
调速率开始下降，痛苦会有放大反应。现在是询问的最好时机，中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魏景幸太郎。我问的是你的中国名字。我没有中国名字，我是魏景家丁子都南魏景幸太郎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侯天亮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尾井幸太郎。我叫尾井幸太郎。你要记住，侯天亮这个名字永远活在你的灵魂深处。尾井幸太郎这个你一直厌恶的日本名字，是你用来保护侯天亮的最强大武器，你要牢牢记住。关于铜计划，你知道多少？我只见过“铜计划”3个字，不知道具体内容。你在军统内部担任什么职务？你的上司是谁？尾井幸太郎，日本派遣区驻上海司令部情报4科，军衔大尉。死状翻译减2。你是怎么从司令部向外传递情报的？昭和2年开始追随他，但是我在军部最信赖和依靠的人。进来。将军阁下，属下在特高课的人传回了消息，仅井五副大佐的确派他的学生木村平太对尾井幸太郎等4人进行了扣押和审问。
他怀疑这4人当中有军统间谍。告诉特高课那边，有任何情况及时向我汇报，适当的时候我会下令阻止金井武夫。将军阁下，您一直主张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，这与金井武夫大佐所主张的和谈政策是相矛盾的。金井武夫大佐他现在已经触犯了军法，无论是不是真的存在军统的间谍，这都证明了金井武夫大佐没有统略能力。将军阁下，您何不上报军部，将他彻底的摧毁？金井武夫不足为虑，他之所以能这么做，也是因为有军部里的那帮懦夫在给他撑腰，仿佛和谈就是救命稻草。但是对付中国人，只能用武力征服，和谈只是一种无能的表现。所以我现在要做的，并不是摧毁金井武夫，而是眼睁睁地看着他遭受羞辱。眼下他已经被自己人搞得心神不宁，而我要等到他骑虎难下时，再展开行动，给他以致命的一击，明白吗？哎，属下明白。继续盯着木村，随时留意尾井幸太郎他们的情绪及身体反应，一旦有人失控，立刻向我汇报。哎。你找谁？我是来找尾井幸太郎的。啊，跟我进来吧，这边。哪个准则？把尾井大尉带到观察室。嘿。请，谢谢。您先请坐，我给您倒杯茶。等一下，你见过尾井大尉吗？没见过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小泽姑娘怎么在这儿？啊，她怎么在这儿？啊，请过来喝茶吧。小泽姑娘是无辜的，我跟她没有特殊关系，请你放她走。你还是先证明你自己是无辜的吧。什么意思？尾井大尉，你应该感谢我才对。你和小泽的关系，在司令部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。他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，好好看看。放开我！放他走！他是我的心上人，不是你排查奸细的工具。放他走！求你放他走！刚才还说你们俩没有特殊关系，现在又说他是你的心上人。尾井大尉，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？莫斯平太，你太过分了！作为一名帝国的情报人员，你对感情的敏感程度似乎多了许多。我真是高看你了。送他回宿舍。吴景娟，你还好吗？客气。
是没面子。不过，那个测试真是太恐怖了，真的太恐怖了。到底是那个测试太恐怖了，还是魏景君你太脆弱了？可能是我太脆弱了。当那种药物进入到体内的时候，我的精神和灵魂都像被绑架了一样，不管心理防线如何强大，都会瞬间崩塌。10几年前发生过的事情，就像是放电影一样，都会在脑子里出现过一遍。魏景君，看来你的药物反应还是没有结束，你真的需要多休息。还有，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测试，我很有兴趣尝试一下。告辞。过往的一切，我能守得住吗？尾井信太郎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，不方便与你见面。确定就在霞飞路那儿？我是跟着司令部那个叫小泽的日本女孩找到的，后来她又被送了出来。那些人看样子应该是特高课的人，目标周围有明暗少分布，守备力量不清楚，但人手肯定不少。现在基本可以判断，天亮应该就在里面。以你之前所在的那栋楼为据点，继续盯着，暂时按兵不动。现如今我们做的越多，也许反而会适得其反。可是天亮他现在很危险。我们现在只能相信天亮，靠他自己的勇气和智慧，渡过难关了。那半个小时，两侧看守在阳台正下方经过，也
也就是说，我有半个小时的逃跑时间。这里是困不住我的。照现在这种情况，出事只是个时间问题。我必须和包家荣见面。少佐，一旦进行测试，受辱的正是你作为帝国军人的骄傲。我们的清白并不需要用什么土真剂来证明。看来，长谷川少佐理解的帝国军人的骄傲，跟藤原大尉理解的不太一样。少佐。以我长谷川治对帝国的忠心，我相信你，在我这挖不到什么感兴趣的东西。感不感兴趣，那得等你张了口之后才知道。注射。喂，2支同时注射。成人身体承受范围内，这些剂量也要分2次注射。长谷川少佐的身体岂是常人能比？他是帝国军人的典范。注射。
指使你在什么时候潜入情报科内部？我不是什么军统领监，我是帝国军人。增加剂量。钟总，再加剂量就违背金井大佐的命令了。在测试没有得到实际成果前，我们需要对他的身体状态负责。我的命令是增加剂量。嘿。增加剂量对我来说那是没有用的。我坐在这儿，只是为了执行大佐的命令，而不是成为你的玩物。我输了你！快拦着少佐，赶紧让他冷静下来，不然心脏病触发就完了。少佐，少佐，放开我！少佐，冷静一下！冷静一下，少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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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冷静一下！少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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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冷静一点，少佐。拦住他！少佐，冷静一下！药剂已经在你身体里起反应了，你现在必须冷静下来，不然会要你命的。少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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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躺下！少佐，扶他躺下，快躺下，快！先是韦景像跟病秧子一样出来，现在少佐又变成了这个样子。钟佐是存心想把我们给逼疯。藤原大尉，一个人心里藏着太多的秘密，会崩溃的。你该拿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。尾井大尉和长谷川少佐已经把他们的故事告诉我，你也不能例外。你还有1个晚上。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，不会的。送少佐回房间。嘿。少佐。
老梁，老梁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木村这条狗是彻底咬上我了。说实话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通过土真纪这关。即便你通过了这一关，木村他也不会放过我的。这条死路我走定了。现在还没到山穷水尽这一步。你现在必须清醒地意识到，我们2个人之间必须有一个人牺牲，另外一个才能离开这里。不，如果真的要有人牺牲的话，那个人应该是我。怎么轮也轮不到你。木村一开始盯上的就是我的错我自己来承担。更何况我的资历比你老。现在不是谈论资历的时候。就因为我这把老骨头生了锈，才给小鬼子提供了机会。都说人死留名，但是在我们这行，他确实要默默无闻。老梁，藤原这次意外的逃跑，恰好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机会，能帮我完成掩护你的任务。一会儿你从这儿出去，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。不要让木村以为我是要和藤原一块逃跑的。嘉荣啊，我走之后，你自己多多保重，鬼子狡猾，不要再给他们任何机会。老梁，站住！别跑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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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藤原大尉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里呀？带走。走走。报告中佐，那个老清洁工也要逃跑，被我们抓住了。冈崎大尉，我知道你们都接受过情报训练，也经历过不少模拟审讯。可是，不论再逼真的模拟，也不会有鲜血的味道。下飞路，故事未说情章回，高跟鞋，刀锋如此轻蔷薇，一步一痛，一步一美，骄傲的泪水落在我心里的滴泪成丰碑。目光如此深邃，人海中蓦然相对。
碎。某眼神压到凄美的天边，隐隐的惊雷，看烟花在徐徐枯萎，且只是滋味。换一处见人开出玫瑰，一处见人开出玫瑰。你觉得藤原像内奸吗？像与不像，无所谓。但是我知道，如果被甄别出来，下场都是一样的。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，难道你们宪兵队想妨碍调查吗？在我们的身边，随时都会有敌人。